阿摩司書1章10節，我卻要降火在推羅的城內，消滅其中的宮殿。戰火亦都係神烈怒嘅火，終於消滅佢哋嘅宮殿，政權嘅失喪，主權嘅失去，國家因此滅亡。喺參考唔同嘅先知嘅訊息，呢個宣判終成為事實。喺以西結書26章3至4節，指出佢哋將被列國輪流所攻擊。呢個同佢哋本來直派出船隊遠至大西洋、非洲西部，甚至可能去到英國。推羅喺西班牙同埋非洲北部建立咗殖民地，好似著名嘅迦太基、加迪斯同阿夫拉季拉。推羅有人因工匠而聞名。推羅嘅產品有銅器、紡織品，特別紫色嘅布匹、玻璃嘅器皿同埋陶器，喺世界各處都享負盛名。可惜呢個都係因着主耶和華嘅審判，而將佢呢一份嘅驕傲完全嘅毀滅。我會唔會因為有才能、有經驗、有知識而驕傲自恃呢？驕傲在敗壞以先，狂傲在跌倒之前。上帝嘅審判會徹底讓驕傲者全然嘅敗落。